后来乡亲啊，若这个新北市永和的分尸案，凶手抓到了，就是这个死者的大兄，竟然为着5万块，杀死着亲小弟，搁残忍来分尸。这个大兄讲，伊留了一寡西客要做养老金，但是这个小弟啊，常常甲借钱无要还，已经欠伊5万块啊。搁一个人占3间房，而且嘛会甲欺负。这个长期的扣角，加上为着钱去冤家。 伊是满腹的怨恨，才会趁小弟啊在困的时阵，压倒甲抬死，搁甲分尸。他有攻击你或是打你之类的吗？有，经常欺负我、打我。 亚多杀害家己的弟弟，搁甲分尸。嫌犯告案了后，讲弟弟长期甲借钱，搁甲欺负，互伊真怨恨，才会引起杀机。死者上尾的画面嘛现光，当时骑机车转去，想袂到这煞是伊的上尾一摆。嫌犯伫伊后半暝，亚多杀死咧困的小弟，然后就分2天，甲遗体分尸，摕入去粪扫地啊，摕去厝内附近的粪扫车等掉，搁走去网架买刀啊，敢若是要用来分尸。厝边嘛讲，大兄平常时无咧烧酒问，最近煞一直问讲。 粪扫车什么时阵会来？行李箱他每次出门都有，回来都有。他问他说在车上什么时候？就这样问2次而已。 5号暗时，嫌犯原本才拄转去，就发现厝内怪怪，附近阁有警察随出门往公馆的方向，随后就坐公车，阁有用行的方式四隔壁。伫6号下晡4点半，互掠着，会互掠着，就是因为伊甲红色的行李箱啊，放伫罗斯福路的便利超商。这个动作，互警方掌握伊的行踪嘛，提早埋伏，嘛掠着当要落公车的嫌犯。伊互掠的时嘛，大声替家己画冤枉，讲拢是小弟咧甲欺负。 他做什么事了？他欺负我的，他欺负你啊！弟弟过去捌做过法警，顶个月拄考调机服员。嫌犯过去是客停车司机，身躯顶阁有扣做大约30万。伊讲有年纪啊，要做养老金，毋过弟弟却定定甲借钱，阁无要还，逐摆拢借3000到5000，已经累积欠5万。阁一个人占3间房间，互伊真不满，才会甲弟弟杀死，而且阁甲分尸，甲尸体等掉。长期的怨恨，阁加上为着钱去口角，谁嘛想袂到兄弟之间的感情，却为着5万块。 变做惊人的分尸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